大家好，相信有不少朋友都已經睇咗上個星期日晚戀愛真人 show 女神配對計劃第3集，當中曾展望成晚嘅表演令到觀眾好失望。未繼續講之前，請大家支持，先撳埋免費訂閱嘅鐘仔，多謝大家。首先，當葉倩文跟林澤謙進食第一道前菜時，曾展望以不停的插嘴，以打斷別人的對話，搞到女神葉倩文要開到升華他，俾我哋靜靜地傾下計得唔得啫？有網民就話曾展望唔係好識尊重別人，好冇男士應有嘅風度。葉倩文更話曾展望平時有啲玩世不恭，有時可能會嘈，但係叫佢停，佢又識尊重返你，即係話平常私底下 GM 都係會用呢種模式同人相處。有網民就話唔係個個人都一定會鍾意呢種溝通方法。其後曾展望叫葉倩文以後唔好請其他男仔飲咖啡，葉倩文即問他係咪好易呷醋，平時拍拖好大男人嘅。有網民話 GM 用錯方法，弄巧反拙，人哋都未正式係你女朋友，你現在已經咁專制啦。若果第日人哋真正做埋你女朋友，咁咪連跟其他男性朋友嘅一般社交生活自由都冇埋。做男士應該要大方啲，咁大男人主義，好多女仔未必會鍾意嘅。葉倩文接受訪問時更話，其實招架唔到，好似嚟得好快。唔知點去反應，但只係第2次見面，有好多價值觀都未傾過，就要佢承諾一啲嘢，覺得有啲壓力。有好多網民都認同葉倩文嘅講法，大家什麼價值觀都未傾過，就要叫對方唔好做呢樣，唔好做嗰樣，都未開始就已經俾對方咁大壓力，日後仲點同你相處啊？其實心水清嘅觀眾應該留意到，同一條拍親熱戲嘅問題，葉倩文都分別問咗曾展望和林澤謙，即係話葉倩文非常在意呢個問題，對方會有什麼睇法？但曾展望嘅回答方法，即係俾人覺得佢好似細路仔，話要人氹返佢，好唔成熟嘅表現。有網民話葉倩文已經32歲，人哋係要搵個老公可以照顧到佢，唔係要搵個細路仔拎返屋企慢慢氹。所以 GM 呢度又再用錯咗方法，俾葉倩文扣咗唔少印象分。其後江美儀話 GM 已經贏咗啦，但黎諾懿則唔係咁睇，話覺得越傾偈，曾展望就比較只會講我愛我鍾意，就冇其他嘢啦。反而個女仔會變得更加成熟，要想得更深入啲，想得更長遠啲。好多網民都會認同黎諾懿嘅睇法，話 GM 只集中講情感上嘅嘢，反而對長遠人生規劃和價值觀就完全冇提及。今日就同大家講到呢度。記得幫手撳埋免費訂閱嘅鐘仔，下次見，拜拜。